倒回來關心地方的消息，伫咧基隆七堵有一間準公托幼兒園的老師，去互家長指控苦毒囡仔，唔但正大力來掟囡仔手骨，甚至佫用骹甲囡仔斬造成烏青，而且佫唔但一個囡仔受害，學校煞哪像咧甲鬥暗崁。基隆市教育處表示講，已經有保存監視器的畫面，會佫來調查清楚。摕囡仔身軀頂攏是烏青的相片，一個家長指控基隆市七堵區一間準公托幼兒園的老師不當對待因讀中班的後生，因為囡仔無困到，老師就正出來給伊念手、起骹動手，對監視器看到受害囡仔唔那一個。我看了短5分鐘裡面來講的話，其實包含我的兒子就已經有3位小朋友，我認為是已經不正當的一個對待方式。躺在地上的有在就是也不睡覺，然後可能在那邊動，他就用腳踹，但他這邊還是說哦，他沒有踹他，是因為腳抽筋。家長真生氣，講這個老師事後一直辯解，也這個園長知影代志攏無管。幾多位共班的家長知影消息了，趕緊問家己的囡仔，才知影囡仔也捌拄過這種情形。推我女兒，老師用推的，差點撞到廁所的那個邊角。老師有威脅他們講說，如果回到家跟爸媽講，那爸媽如果有打來學校的話，他們隔天到學校就完蛋了。基隆市政府教育處講，接到通報了，隨派人去幼兒園了解，當場調看並且保存錄影畫面甲事證，要求幼兒園袂用紅磡損毀或者是變更相關資料，若是確定有不當對待情形，會依法採取10萬元，要個幼兒園。維護孩子的身心的健康跟安全是市府最重要的責任。那我們一定會非常嚴正的看待這一起的案例。我們就是全力配合教育處的調查。那麼該位老師呢，有爭議的老師呢，我已經停止他的職務了。這間幼兒園的園長講，已經暫時停止這個老師的職務，但主管機關調查也會檢討園內的監督管理機制。記者綜合報道。